今来看内政部今仔审议台中市国土功能分区图的草案，环保团体早起嘛开记者会批评讲，台中最近落大水雨，大溪各有风雨，拢发生土石流。市政府煞要甲大溪的保安林划做国土保育地区，伊嘛正不满讲，市政府甲北海地的生态地划入台中港特定区的范围。 土石流冲击面体，安怎清也清袂完。今礼拜四，台中大溪山区因为连日大雨引起土石流灾情。面对极端气候、强降雨的威胁，安怎保护家园呢？内政部审议台中市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，环团不满大溪保安林无划入国土保育地区，反倒来加做公园用地。 还是拒绝把它划到国土保安地区，去好好的保护它，以它来保护这些土石不要崩落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环团质疑市府也将6700公顷优良农地改回加做农地，恐惊会开发后门，放进流失。另外，台中港特定区既然将北海地重要生态环境也划入，实在涵盖，要求应该改为做海洋资源区第一类。 这样子的安排是十分荒谬的，所以应该要检讨这个多年来错误划设的台中港特定区范围，这样才能够落实国土计划法保育自然环境的目的。这起草案伫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，台中市地政局表示，目前草案经过相关主管机关、学者专家伫地方按照严格定数审议通过，老新的意见应该评估。 该可以检讨的部分，市政府都非常的重视。那如果有新的这个议题，或是新的环境状况改变，那我们回去之后相关的主管机关再根据现状再来做考量看看。 地政局强调，国土计划精神就算是规定拢会个检讨，另外就算无划入国土保育区，那属于环境敏感地区土地，也毋是想要开发就应开发，会有把关机制。不过，环团坚持极端气候一直造成灾害，政府应该更加积极落实国土计划保护国土的本质，环境敏感区都要严管，不应该简单来绑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